刘兄这边啊，即摆加足冷哦，大家出门的时阵会记个围巾爱戴吼。平常时温滚水烧滚水爱加啉一撮啊，互咱的肺管循环会较好一撮。这是咱三个来做阵祈祷。听我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寒流来的时，阮会当伫即个所在自己，来调记你，来敬拜你，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每一个服侍的同工，会行你的服侍的中间，行做美好的器具，会当诚侪你的路用。也求你保守伫路中要来礼拜的兄弟，因的骹步会当平安。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帮助阮哪明白你对你伫着困难，祈祷奉主耶稣叫圣名求，阿门。你好，这大平安，真欢喜，然后看见遮侪人姊妹吼，来到上帝面前吼，是讲今仔日较冷啊，佫落雨，即着咱佫有线上直播嘛吼，有诶是感觉讲，无到线上直播，但是呢，无拍算吼，咱无互即个雨甲即个寒吼来阻挡咱甲上帝见面的团契啦吼，咱感谢主，咱来。咱连圣诗吼来感谢。一首咱来看479首，这是咱这个月月定诗啦吼。咱拢唱几啊遍啦吼。我看这歌词真好吼，咱来第一节、第二节，咱来先读一遍吼。第一节就来请看这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阮。伫即世代和平原人真第二节，期待刀剑拍做犁头，枪矛拍做镰刀，战争武器拢总失效，和平世界定做。其实即首诗歌都是咧讲咱现今的世代啦吼。战争遮尔济吼，特别咱的厝边吼，一日到晚拢用飞机来咧甲咱射啦吼，所以呢，虽然无拄会来侵犯，但是呢，互咱会惊吓吼。我嘛讲求上帝怜悯，互咱即个世界甲即个镰刀、犁头、刀剑拍做犁头啦吼。来，咱来唱第一节479首第一节。我只是。这个隔壁影吼，这个米遮479首的米遮，才有一段祈祷的诗啦吼。这就是讲，我希望咱大家听，咱做伙来看吼，听甲公义的上帝，这是对咱心底咱发出的声，听甲公义的上帝，愿较无对内甲对外的和平，愿较无阮家庭的和谐。伫争斗的中间，看到平静，也为着互相的成长来维新。愿较无有一日，阮的家庭拢会真做
你的疼所徛起的所在，总是阮承认阮常常不安，阮袂互相信任，阮也暗停薄力，阮无意愿意冒险去做疼所应该付出的牺牲。求你用你的仁慈甲恩典来管顾阮，来掌管阮伫阮的家庭甲伫全世界。在我看出着怎样行伫你的道路，因为阮的救主的怜悯，阮安尼求，阿门。我想这首是咱一段一个真好的祈祷，嘛咱若是对内对外，咱对内也定定无平静啦吼，无共款的政党的因的看法，无共款的意见，伫造成咱社会小可大不安。咱常常用祈祷，求上帝来固守咱台湾这个土地吼。来，咱来唱第6节，479首第6节。求主带我来，以后世代充满人来国度，永和平。咱搁来看109首，咱拢真熟，咱来唱一节就好吼，咱就大一遍就好啊吼。109首第1节。444首，助力调明河顶清澈。今仔做一人会清澈主调明，咱讲做伊的囝儿，咱的使命是啥？主调明咱爱为伊做啥物？有时阵咱的迄款的感动一时久，嘛咱会当持续继续清澈主对咱的调明吼。第1节，主你调明河顶清澈，光我主心听你，照你的未来我来信，明明你最万物主宰，当这地不我心。第2节，写诗愿为伊的调明，让大干口高平，谁就阿力叫乱心灵，那心不然改变境界，人家呀身为高。到最后，咱用173首来准备咱的心，恳求圣神充满，重新定心来
塑造咱。这首我印象是个，是毋是咱廖长老真爱带咱唱吼？啊，这首真好吼，咱时常爱邀请圣贤伫咱中间，引导咱头前的路啦吼。咱两节拢唱，啊，咱唱了，咱来准备咱的心吼。第一节。 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
让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未至到失望。请咱念开新圣诗第479首。新圣诗第479首，看即个破碎的世界，看即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愿为即世代和平愿望成真。请起立，念全首。看即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愿为即世代和平愿望成真。期待羔羊化作日头，真光化作亮光，渐渐无尽，隆重心动，和平世界建造。伊那前期无国也去，扫甲也无出声，地切渐渐，隆重天际，美梦已经得奖。伊那不了无可变位，公义无受阻碍，总个理想实现发挥，愿望无受破坏。和平定军，以心来时，拯救平稳万邦，对阮梦中的新国旗，永远的心光芒。求主带来美好世界，充满仁爱国度，地球和平，地高万代，永高上主国。请坐。下面，咱来读新的诫命，伫周报第7页。新的诫命，咱做伙来读，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行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接下咱来启用，今仔日咱要启用的是诗篇啊，启用第50篇，新圣诗后壁。启用文第50篇，也是以赛亚书第61章。咱三角来启用。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释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手。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
所有看见因的人未承认因是上主属福的子民。启用到这，下面咱继续来吟诗新圣诗第109首。新圣诗第109首。欢喜救主做王，欢喜救主做王，大家就来敬奉。人人感恩吟诗，主有永远胜利。心肝欢喜，出声学乐，欢喜欢喜，时常欢喜。请起立，吟全首。请咱下头同心来祈祷。至圣天父上帝，伫你所听到圣的主日，分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有要来朝见你，要来敬拜阿罗你，也以后要来听你真理的话语。天父上帝，阮首先为着这一礼拜来，你看顾阮众人，享受平安，伫阮的心上，献上阮的感谢。阮也为着这礼拜当中，因为阮肉体软弱。伫有意无意当中所犯的罪过，亦是你的所在。恳求天父上帝，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同时，阮也为着这一两礼拜当中，伫高雄市所发生的大火灾，以及伫新北区有父母带着细囝到野外要来亲近观赏大自然，不幸拄着落大雨，即使因到伫过河的时阵发生意外，遮受难的人，阮恳求。主，你亲身来安慰受难的家属，互因伫患难中犹原也具有盼望。阮知伫受难的人当中，有基督徒，也有未信者。伫这世代当中，不管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迄突然来的患难，可能会临到阮的厝边，阮的朋友、同事、亲情，甚至是阮的亲人当中。求主帮助阮思考、了解。当这意外来临的时，阮要安怎对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帮助、得到快乐？因为你已经透过圣经启示阮，伫世间阮有苦难，独阮通放心，
你已经较赢世间。无论阮伫世上境遇好歹，阮拢有一上水的愿望，就是伫将来，阮会甲稳定的主理三角徛起。最近教会各团体也已经陆续改选明年度新的会长、队长以及正服侍的同工。恳求天的上帝，你赏赐教养的稳定甲快乐，伫每一位会长、队长甲同工的身上，互因满心欢喜来服侍。有拄着困难厄担当的时，也会当透过祈祷来到天父上帝你的面前，将困难交托伫你的手中。来经历着每一项困难，拢会当得到你的引带甲帮助，顺利的解决。因为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今仔日也是文理团队奉献主日，主啊，你的福音需要传开看，除了找派工人去做工以外，透过文理、透过影片、电台、电视、手机信息的传播，搁较袂受到时间、空间以及地域的限制，互福音除了传达伫闹热的大都市以外，嘛会当传到偏僻的小所在，到伫世界每一个角落。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伫每一个文理团队的事工的同工身上，也感动阮众人为着教会的文理团队事工来奉献甲关心代祷。阮将这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你看顾保守。阮同心祈祷，恳求是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领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圣经节是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到40节。是新约圣经第32页，现着我来读。迄时王要甲正平的讲：恁对我被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承接过。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带；我汤北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你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我用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带？汤北底来互你穿啊！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啊？王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伫我的兄弟姊妹说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圣经读到这，下面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欢喜。
入面讲到今仔日彭兰亭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三听三扶持。各位兄弟平安，真感谢主，互我今仔日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咱文山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这个时阵，咱会当做伙坐聚集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实在是大大的恩典，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因为咱知，咱伫这几年的中间，受到这个 COVID-19 对咱大大的一个威胁。改变着咱的生活的一个方式甲习惯，总是伫还未开始今仔日讲道进前，我要借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英国首相丘吉尔讲过一句话，咱彼此来想起着，伫即款的一个世代，咱犹原会当继续迈进，为着传扬福音的一个事工，为着咱个人的一个性命有大大的一个进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来讲，伊讲咱毋通拍算讨坐一场真好的一个危机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讲毋通将一场好的一个危机来甲伊拍算浪费掉。咱嘛的确相信，即个 COVID-19 绝对毋是人类第一场的一个疫情，嘛绝对无可能是人类历史中间最后一场疫情。总是每一遍咱拄着艰难、危险、挑战的时阵，是毋是咱嘛做伙想起着讲，即个丘吉尔伊所讲的话，帮助咱伫即个世代来坚固咱的一个信仰，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是阮怜悯。犹原互阮会当聚集伫即个所在来享受你大大无限的恩典，恳求你也互阮继续伫信仰前辈因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接所记载落来伫圣经顶面的一个记事，互阮伫圣神的引带带领下面，做伙来领受，用即个正做是阮人生要紧的准则。也帮助阮，互阮搁一遍会当称阮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今仔日我所用的是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虽然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只有34节到第40节，总是要用即段咱来想，讲咱要安怎彼此三听三扶持。伫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咧写整个马太福音书的时阵，伊的手法。是讲，伊常常会将看起来好亲像是无相连的故事，甲伊摆做伙。但是伊要透过着即个故事，甲伊摆做伙了的时阵，会当来显出讲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咱今仔所看即个马太福音书的25章所读34节到第40节，也就是整个25章伊整个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伫25章内面，伊用3个即个故事呢。提醒大家，着爱警醒准备咱家己。第二个部分是爱良善忠心，伫上主所交代每一样代志。到伫上落尾一个结论，就是今仔日咱的一个主题，咱爱关心帮助伫基督内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我甲伊称讲，这是真正上帝国的3部曲。伫马太福音书内面，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拢总用了51遍来讲天国，来讲上帝国。即个上帝国是咧讲，就是上帝主权。上帝主权要透过着咱经验上帝，改变家己，嘛来改变着世界。咱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伊首先所咧用的一个故事，讲是有10个判价，其中有5个牛公，5个是较有知识聪明的。这要来表示出讲，牛公参聪明上大的差别，就是讲你有做好准备无？因为咱先来了解一项代志，犹太人是安怎拢爱伫暗时咧举办婚礼？是毋是讲因足进步进步甲亲像咱即摆年轻人，暗时掠一个荧光棒伫遐足欢喜的？其实毋是，对因来看，每一日的开始是日头落山了后，才是一天的一个开始。因为咱来看创世纪顶面伊咧写，讲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
原来呢，世上是一片黑暗，然后上帝话大大有困难，人是对黑暗中进到光明，所以因咧计算每一日原来是黑暗，是一个开始了后光明。那现在咱会当真清楚知影讲，因拢真知影啊，即个婚礼呢，对新郎要来到新娘所徛起的所在，山不顶，有诶较远，有诶较近，啊，总是呢，绝对是暗时啊来举办。所以即个备办油料哦，来用即个油灯，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但是呢，有句讲有掺即个啊较聪明的，上大的差别就是讲，是毋是会当事先做好准备，再互咱看起是马太福音书25章第一个提醒。有即个提醒了后，直接我嘛请大家来看吼。啊，阮这2年吼，换来做真努力咧做准备。因为知影讲足侪时阵无法度有实体的一个礼拜，哦啊，所以有足侪人拢用线上的一个礼拜，啊，阮为着要做好准备吼，我爱用即个线上奉献一个方式。啊，咱兄弟姊妹，你若唔相信讲这真诶吼，你手机啊摕起来，我紧甲扫看卖，啊若扫入去吼，会成功就莫阁退出来啊吼。哦，咱若做好真侪准备啦吼，啊，直接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啊嘛心酸啦吼，嘛笑亏诶代志。啊，最近我咧问东港讲吼，啊，咱最近咧奉献安怎？伊讲吼，社长，拢是头前减一个1，后壁减一个0。我讲啥物意思？就讲吼，伫旧年若讲一间教会吼15000，啊，才变5000，啊，叫头前减一个1，啊，后壁减一个0就吼，原本60000吼，啊，才剩6000。啊，总是真感谢主，咱拢会拄着，互咱需要更加坚强咱信仰的一个所在。啊，这嘛需要咱彼此吼三听三夫妻。第二部分，咱嘛来看马太福音书第25章内面，伊咧讲到，讲有主人出外，伊将伊的财富交互无共款的一个管家来做管理。啊，当然，即个5000个掺2000个，因真责任啊，所以呢，当主人倒来时真欢喜，讲要互因共同来享受荣耀，而且呢，要搁互因管理啊，搁较多。啊，来做更较好的一个工人。但是呢，咱嘛看见着讲有第三个人，伊呢将即个伊所领受一个1000哦，去家带起来。啊，即个故事内面，咱着爱来看，讲是安怎主人会对即个领1000个伊无尽职啊，是遐尼啊严苛。最主要的原因是伫遮。咱来看即个马太福音书内底所咧讲即个1000、2000、5000。迄个1000个毋是无财情哦，迄个1000个、2000、5000拢边边是有财情，因为即个1000，伊若照原文的意思叫做吼 talent 即字呢变做到伫后来，咱今仔日看英语叫做 talent 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财情呢，是有迄个才能财情，啊，你讲你受一个 talent， 但是呢有足有财情的，啊，总是呢有较。无遐尼啊有才情，但是你嘛是共款有无共款的一个才情，所以你应该爱尽职来发挥。啊，这互咱看起着讲，即段故事最主要是要甲咱讲，毋通将咱的才情甲伊藏起来，安尼是叫做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啊，有一遍，阮台湾教会公报社咧办一个写作班的一个宴会，啊，伫迄中间呢，来送吼每一位学员吼一支笔，这支笔呢就讲啊，咱伫即个。啊，写作班的中间吼，爱用这支笔来写。结果当这学员开始要用这支笔写的时阵，啊，你画袂出来呢？啊，这个新的笔呢，是安怎拢画袂出来？啊，其实阮是有用意的吼，迄支笔是设计过。吼，一来是要互知影讲吼，这公报社我咧散啦吼，咱送这笔拢安尼吼，真歹用。但是第二个用意是啥？讲吼，这笔虽然是新的，内底你看吼，真有墨水呢，啊写袂出来。哦，你就是久无用的时阵，你的即个墨水吼，就写袂出来。啊，表示讲咱若领受真侪才情，你久无甲伊用的时阵，上帝嘛要甲你摕转去呢。所以，互咱看讲，即个第二个故事，伊较要紧的，毋是咧讲5000、2000、1000，是咧讲吼，迄个才情你甲伊藏起来。啊，咱继续来发现一个问题，讲即个，若即个咧讲即个1000即个talent，到底一个talent是偌济人？那根据着这圣经学者也伊咧计算、咧统计，讲一个talent是一个迄个时阵的工人吼，爱12年半的一个收入。好，安尼无咱甲算看觅咧，
哦，听讲明年吼，佮即个基本工资还佮调悬，吼啊，每小时是最低要168块嘛吼。啊，咱若用算讲，这是上基本的一个工资，一个人16年半上基本的工资，安尼甲算起来吼，差不多要500万。就是讲，你要想象一个情景，有人要出外的时阵，将一个500万摕伫一个家己仔内面，讲啊，这互你管理，啊，你看着咱戆影，啊，紧甲伊讲，啊，这毋知要安处理。其实是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塔咧，拢有迄个才能，会当去处理。总是毋通家己袂记讲，你有即款的一个才能。好，安尼这是马太福音书25章头前2个连续一个故事。这两个连续的一个故事是要甲咱表明啥物？讲咱爱做准备，咱爱领受做准备。啊，人生若爱需要积极，然后真努力。不过，咱若看讲马太福音书的25章，如果若敢若写这两个故事，伊无继续写落去的时阵，咱嘛感觉讲好像欠啥物？因为的确，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注重是讲信徒的一个培育，但是这个信徒的培育了后咧，信徒的培育了后，迄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是要成就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啥？就是咱今仔日所咧讲，伫基督内面爱三关心帮赞有需要的一个兄弟姊妹。啊，咱看即个图片吼，咱敢看会出来是倒一间教会？文山教会吼，啊有人看无啥清楚，无咱看后一页。吼，我要用即个，互咱更加来明白体会。当咱文山教会，咱每一个人真正伫家己一个信仰造就，啊，咱伫咱的工作顶面真认真伫遐用功主，但是咱绝对相信，这毋是干那咱的目的。咱的目的是要将即个过程到伫后来咧，是站遐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嘛做伙甲咱来享受即款的一个恩典。所以咱看见着教会公报嘛，感受着讲，这需要大大甲伊报道出来，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知影，讲一间教会伊的特色，伊安怎透过着兄弟姊妹共同，嘛会当有即款的一个帮赞，遐个未信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遮。透过一个共餐，透过着咱对因一个关心，互因会当改变因的一个心智。这是今仔日咱所看这个第25章到伫上落尾，讲咱需要三疼三夫妻。今仔日我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我来甲大家讲起着巴克勒牧师。巴克勒牧师会当讲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啦。伊这人叫做头壳有珠。总是咱逐个拢知影讲，伊16岁时阵，伊就来写献身文。即个献身文来表明伊一个心志。如果巴克勒牧师伊若无来到台湾，伊继续留伫英国，有可能是一个真出名一个科学家。伫当伊还未来到台湾的时阵，伊就被《大英百科全书》顶面就写讲，伊是一个电气的一个专家。但是呢，巴克勒牧师伊愿意将伊所学、所领受的遮来到台湾即个所在，甲咱做伙来做朋友，做伙做兄弟。伊伫遮60年久的时间，伊翻译圣经，伊办台湾教会公报社，而且呢，伊嘛办理着即个台南新学院。所以，互咱看见着讲，伊迄个领受的时阵，伊家己付出，是要参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主的一个恩典。总是当巴克勒牧师伊16岁要写献身文进前伊嘛毋是遐尼乖乖就讲我要做一个传教者伊嘛家己有家己足多的一个志愿甲伊的理想所以到伫伊年老的时阵，人对伊的一个日记内面看见，讲巴克勒牧师伊咧写讲，伊还未写献身文进前，有一天伊甲伊的爸爸去伊即个爸爸的朋友的所在，有一个豪宅，而且呢伫遐咧享受真好的一个餐点，伫遐咧食甲真快乐。所以呢，巴克勒牧师迄天下暗转来，伊就写，伊毋写献身文，伊写我的志愿。伊的志愿是啥？伊的志愿是讲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真好嘅一个生意人，趁真侪钱，爱当买真侪土地。但是呢，无拍算，当伊遐咧想的时阵心中阁有一个声音咧甲伊讲话，讲袂使呢，你将来爱做一个传道者。我竟然为着讲我是要做传道者，是要做一个好嘅生意人伫遐咧
为着即个，毋知伫遐跋杯还是即个直通版，咱毋知影。总是讲哦，为着即项代志，遐咧艰苦甲哭，我要安怎？哦，所以但是到伫后来时，伊讲真感谢主互伊会当决心到伫海外，差派到即个佛摩萨，伊为着即个代志，逐日向上帝来感谢。另外，说咱看到巴克的牧师即段，我直接毋是要批评讲咱伫做甚物款的一个职业，总是咱会当透过着巴克的牧师，互咱知影人的一个领袖到伫后来。是要互主来用，然后咧，甲兄弟姊妹遐有需要的人会当三听三扶持。咱讲咱的长老教会会当是承接加里文神学的一个教派。即个加里文的一个改革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就是伊将有一字叫做 hospitality， 伊将即个对人一个好款待，对人安尼真接纳的即个单字，即个行为呢。伊甲伊变做制度化，伊讲这不应该是干那个人的行为，这是爱共同一个奉主的名组织的一个团体，爱共同用这个做一个制度所以就来创立这个福利基金。咱来看这个英语字伊到后来就发展做两字，一字是 hospital， 讲你的生理上有状况的，你需要被关心，爱去病院。另外咧，到伫你上落尾人生的上尾一站你心灵上需要被安慰，你就是 hospice。所以这字互咱看见就讲对人的一个心理上、参生理拢有真大的一个帮助。是安尼，咱就会更加会当了解到这段圣经节对咱的一个启示。讲要进到上帝国，是咱家己备办了的时阵，是爱参兄弟姊妹三听三扶持。嘛，亲像今仔日圣经咱共同所读的，讲迄个王咧讲。对即个坐伫正边咧讲，这无法度啦即个英语就讲 right 毋是讲用正手才是正确，用倒手就是错误的啦所以即马咱看国际8月拢有一日叫做国际左撇子日是咧讲遐用倒手，你毋是讲就是错误。但是即个 right 就是正边就讲迄个对的代志，其实讲甲正边的讲就是讲迄个对的，你所做是对的人，伊所表现是啥？讲对遐个有欠缺人，你对伊帮衬，而且咧，当被关家，也是讲伫病院的时阵，你拢去甲伊关心，你拢去甲伊探访，这就真做是咱今仔日所看即段圣经节。另外说，咱想看觅咧，今日内底特别讲起着讲遐被关家的人，参伫病院身躯有病痛，咱来知影一个问题：犹太人因有当仔讲起来讲古魔啦，而且咧。讲有迄款洁癖，所以当你若是伫病院咧，你若有破病，你甚至是离被人认做是无清气的时候，你无法度进到圣殿，你无法度搁回堂，是你爱失去着足侪权益。所以当有一个人伊咧破病的时阵，你敢为着家己的权益来牺牲，失去你犹原要去甲伊关心，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咧讲爱为着人牺牲家己的一个权益。这当咱看见着 COVID-19 伫遐不断咧传的时阵，大家嘛是真惊吓，甚至咧对遐伫病院咧工作的这兄弟姊妹，拢对因污名化。若社区内面有一个人伫病院咧工作，嘛甚至讲我这所在是毋是会安怎？其实拢是咱无知所造成的。咱嘛看见着讲，迄款伫破病中间你家己看的一个感受。另外，咱嘛看见着讲，这变关家的人，另外这咱特别来想起着讲伫台湾。伫1987年戒严进前，若讲你的朋友变关家，你要去甲伊看，做时阵，当你转来用一句咱即摆俗语叫做被查水表，大人就随时来甲你做笔录，讲你想要去看即个人，到底你甲伊甚物款的一个关系？所以咱看即摆处转会咧看见着讲有足侪遐被揭发被揭发出来遐过去的一个黑暗历史。咱更加会当去体会着讲，迄款当人被关家，你要参与去接触，你的确是爱被人歧视你才通去做即款的一个代志。今仔日我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嘛要唤起咱讲，咱用文字要来看起讲，咱要安怎彼此三听三扶持。文字帮助咱三听三扶持。第一个部分，咱看文字来关心这欠缺的人的一个需要。欠缺是啥？
欠缺无一定讲你是欠钱，欠缺是讲你需要人关心，欠缺是需要讲你被补助。咱看即张批吼，这故意甲翕互咱母母吼，因为这是对家乐所写出来一张批，有真侪伫家乐内面遮个兄弟姊妹，因看见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出即个更新的周刊，因来改变，讲吼这哪有遮好的一个文章，哪有遮好的一个体会，所以透过着即个更新，到伫家乐帮助因重载来立志，愿意讲伊的性命得到一个改变，总是呢。嘛，伫遮内底看见着一个真感动的一个批，即个批毋是阮写互伊的，是对家乐内面写出来。伊内面是安怎写咧？伊咧写着讲吼啊，阮知影讲今年吼，即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伫遐咧影响着逐个生活。的确恁报社一个经营，一定有安怎出真大的一个困难。我吼袂使寄钱，伊寄邮票，伊将即个邮票寄出来讲吼。这淡薄这个邮票吼，可能对恁有哪有帮助？你互恁会当用这个邮票，有哪将这个更新佫晓佫较侪一个人。我看见了讲，这就是咱彼此因为透过着文字，咱会当三听三扶持，咱彼此来关心遐有欠缺人的一个需要。然后这咱来想看卖，咱看见着圣经这段的时阵，你有想着讲什么人是欠缺？你要对伊安怎一个帮助无？第二部分所以这是。这个所在吼伫家乐内面接触到更新的周刊信主，诚做信主的人，所以嘛写批来奉献邮票，支持这个文字事工吼。第二部分是啥？第二部分文字帮助咱来记录咱的一个生命一个见证。头拄未礼拜时阵，我看到苏美姐看到我足欢喜。然后伊就写，伊就提供伊投稿即个更新，互我看。讲文字会当帮助咱记录咱的生命一个见证。咱即个图片中间是一个，咱看见吼，伊的动作真无协调。伊是一个老成麻痹的一个兄弟，伊的名叫做黄树峰。伊捌有一遍投稿写转来，伊写啥物呢？伊写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是安怎讲呢？因为即个黄树峰兄弟呢。伊是伫邮局的头前伫遐咧卖菜券，所以伊安怎写呢？伊写讲吼，我的主业是传福音。虽然我咧卖菜券，但是我拢甲朋友讲，我的主业是咧传福音。迄个互我会当维持生活卖菜券的工作，变做是副业。伫邮局走人条仔边仔，我伫遐摆一个真简单的桌仔甲椅仔。但是桌仔呢，面顶是放啥？是放圣经，放更新周刊，放足侪福音的一个大张。颠倒呢，迄个互我会当过巴肚的一个彩券，放甲真无明显。所以我的朋友来看我吼，拢毋敢相信啦。咧甲我笑讲吼，你咧根本无咧卖彩券啦。但是伊咧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然后即咱来透过着文字表达出来，咱嘛搁一遍去。关心着即个伫社会中真低贱，甚至常常互人看袂起的即个黄树峰兄弟，伊的生活是毋是需要被关怀？但是呢，嘛透过伊即款一个写出来一个文字的一个见证，互咱知影讲，咱遮有能力的人更加要安怎来慈悲用感谢心来回应上帝的一个恩典。这嘛诚做是文字帮助咱三听三扶持。上落尾呢？我要来讲文字安怎甲咱三听三扶持？文字会当互人学会晓做该做的代志。今仔日咱所看即个圣经在内面有讲到被乖家，也是讲破病咧破病入医者的人。虽然讲因真无辜，但是有当时咱想一个问题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咱逐个人拢共款，人是安怎被乖家，人是安怎住院。照这20世纪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福柯，伊就咧讲，伊讲被乖家参破病住病院拢爱穿制服，是安怎呢？因叫做一个叫做做了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你被乖家。咱来看卖咧，当即个口罩国家队，当咱需要即个喙炎的时阵，有足侪人就去冒充，讲这嘛台湾济，其实咧，
结果拢嘛毋知摕倒位来斗，啊，这叫做做无应该做诶代志，所以伊爱被起诉，甚至被关押。啊，谁来带伊咧？带伊叫做无做该做诶代志，因为咱可能无挂喙安，咱无打疫苗，咱无好洗手，所以咱就可能咱诶身体诶抵抗力会较低。我偏偏安尼拢爱穿制服。啊，咱看圣歌伫换咱穿制服，这无共款，这叫做讲做该做诶代志，啊，换咱爱穿制服。所以，啥物是叫做做该做诶代志？啊，阮每一年拢会透过着即个有一段时间来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抄写，看是要抄圣经、抄经文，还是讲今年是特别来抄圣诗啦咱来认真抄经文，咱莫学袂去抄人诶论文。抄人诶论文，你用配谈配烂，啊若抄经文啊咱生命会得到一款诶改变。啊，今年呢，阮来办即个抄圣诗诶一个活动，因为今年特别咧纪念一个宣教师，伊过身100年，这就是甘伟林牧师。啊，甘伟林牧师会通讲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任诶一个圣诗委员会主委啦会当安尼来比评，伊来编辑足侪一个圣诗，所以当咧纪念伊诶时阵。阮就将遮个圣诗5望会当逐个来抄，甲伊相关的遮个圣诗。互阮特别感动是有一位住伫埔里姓穆穆居凡兄弟，伊抄啥物呢？伊抄讲我当专心辟切祈祷。伊抄写得到优点，毋是干那讲因为抄写抄尔，因为伊佫用图画出来。比赛规定都无讲袂使用画咧但是用画嘛是一款抄写的一个过程，但是伊用画特别画啥呢？画讲即个我当专心辟切祈祷，是爱为着即个阿富汗的兄弟姊妹祈祷，所以伊画一支画一支枪，画讲帮助即个阿富汗的兄弟透过着专心辟切祈祷，即个结合时事互咱看见着讲，即个神学的意义是爱呼应每一个时代的需要所以阮今年来定做讲历久弥新的一个历久弥新的一个意义。这互咱看见着，真做是透过着文字，咱会当彼此相听相扶持。所以望咱做伙为着遐欠缺的人来做，互上帝国中间，咱用听来相扶持，彼此来补足。这个彼此补足，就是真做是咱做应该做的代志。嘛，搁一遍感谢咱文山教会。恁长期对阮的一个关心支持，为着阮代祷，为着阮奉献，愿主赐福，继续引带带领，互咱文山教会真正的确是即个社区金的灯台，是光是盐。嘛，搁一遍安尼来说多谢。伫咱即个祈祷了后，我有一段短短影片，要请大家做伙来看，嘛更加来了解目前特别是今年教会广播社所咧做遮个事工。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阮献上阮的感谢。阮要领受你所想的一个福分，总是阮也知即个所领受的福分，毋是要藏伫家己身躯内面，是要将伊亲像笑光一样，注你的光伫阮身躯，阮也用安尼来笑出去，互侪侪人。脱离黑暗，进到光明。所以，阮献上阮的感谢。你伫100多年前，就伫即个地区，透过着阮信仰的前辈来设立教会。文山教会，奉你的名所设立，因咧陪伴家己，因也常常为着兄弟姊妹咧要义。打即个时阵，更加为着社区做真好的一个工。愿你继续施阮带领，对牧师、中职、正信徒，拢边边安尼来领受，也互搁较侪人做伙来享受主的恩典。阮为着遮个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兄及报社的先例，我特别做检查非常的关心。亲像台湾教会报社今后要出版，包括台湾教会报告、更新周刊、新安公的手册、少年新安公的手册、新主报，还有 TCNN 台湾教育报告新闻版，无可能透过一个编辑啊，一个作者有法度完成。台湾教育报社伫创设的时，台湾的第一个传递，其实是马阿斗医师，伊对故乡时阵，对故乡教育有款类别，买了后送来台湾。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人工，就是江义牧师。那伊除了即个参与着报纸的编辑以外，伊嘛有去足侪所在宣教。伊叫我去到荷兰一个所在，来查考台湾伫荷兰时代的历史。因为伊发现，伊来到台湾进前，用荷兰宣教书来过，这个资料拢收伫荷兰图书馆内底，耳机啊，这个物件翻译做英文。一直到即马，咱若是伫台湾，想要研究荷兰时代的历史，拢无法度跳过江义牧师。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伊看伊市民人的需要，伊创设一个艺术教育的学校，或者市民人会当无着会当过生活的技术。一直到即马，台湾的艺术教育界江义看做是台湾这个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今年嘛拄好是江义牧师过身100周年，台湾教会报社有足侪活动是要来纪念这个代志。比如讲美国的又有一个宣教的理想。那年底时阵，我有一个艺术小传的写作比赛。圣经里面记载讲，耶稣对迄个目睭无看的盲人讲：“去啊，你的信救了你。”真感谢主，互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的艺术工，就是望会当帮助咱即个世代所有的人，拢因为得到福音，无再是心中上的问题。台湾教会广播社，亲像江义牧师，伊透过一个事工，服务需要的人，有提供。台湾教会广播社上重要的目的，嘛是要对台湾的社会，透过文字，看到意上遐来的光。但真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因为恁长期以来对阮关心，对阮支持代表，对阮奉献，所以吼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行来坎坎坷坷，虽然经营非常困难，总是我会当有缘坚持伫文艺事工这条道路顶面，也透过着文艺事工的努力，咱会当学习主耶稣，咱要伫努力来看见伊的光明。请咱大家继续伫文艺事工做伙来关心支持。接着咱用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请献到新圣诗第444首。新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主，你调明何等清楚？当阮注心听你，照你的话来活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逐日气骨换新。袂抵跋倒失败，
请起立，吟全首。请坐，下面请咱备办心来奉献。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咱教会新的朋友，而且你对咱的信仰也无真了解，你会当暂且免奉献。当咱经历甲孝顺上帝的恩典的同时，咱嘛应该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因为安尼咱备办心来奉献。期待咱伫这段互咱受到疫情影响的期间，咱的敬拜、咱的生命成长，拢无受到干扰。
坐。下面报告，报告进前，咱来先看周报顶面来金句。周报第2页金句，咱要读2摆。金句来，好。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踅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踅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好，来就献讲分担。后礼拜领唱廖秀兰廖长老，司礼是吴文宏长老，司琴杨如玉，献诗是双联妇女团体，司献张义如执事，施心理执事，交代施心理执事林春厚长老，潘宣儿姐妹，音控李承勋，施浩轩，刚过经理是柯牧师。来就主会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张玉成长老，司会是张文林长老，伊的题目是永远的大祭司。后礼拜主理是柯牧师，圣经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题目是问答之间圣诗启用，请咱大家来事先历史来准备。接线请先到后壁。周报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文理传道奉献主日。本主日礼拜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咱欢迎教会公报社社长洪南庭、文牧师、李明正道甲请安报告，嘛请兄姐一齐为着文理传道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团契当工改选，请各团契伫10月底，来个是上班，就伫后礼拜，咱来完成当工的改选。改选了后，嘛请将名单交予咱的干事来刊登收报。第3点是2022年事工检讨会资料的准备，请各团契来准备这资料，可能特别是这段期间，可能有这队长会长的交接，可能伫什么人要来准备，爱讲好势。上班的时间是11月初7，爱交予咱的干事来会诊。第4点，停车场使用资料的更新，那有咱使用咱地下2楼停车场的兄弟，礼拜了后，请你伫1楼公布确定你家己的资料，若有需要变动的，你嘛伫遐会当填写，互干事来整理。第5点是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本出的礼拜了后下晡1点，咱教育团契组有开会，请相关的这中级老部来参与。下面是新的团契新的当工改选的资料，妇女团契会长陈振辉长老，副会长陈美霞，领袖是廖秀兰廖长老，士官陈美霞。书记陈丽珍、过继李胜荣，关怀是侯秀敏、陈桂英，红乐是吴丽文。双联团契部分，会长是罗道安，副会长陈丽珍，过继张宏基，书记廖一洲，领袖陈美霞，关怀王丽珠，红乐是林硕文。宪歌队部分，队长尹爱玉，指挥是玉律，司琴曹伟玲，记录是黄淑满，服务谢义宏，财务我本人。PPT 的制作是柯玉佳，就说教会集体软弱，咱为着软弱的集体来祈祷，求主会来医治。教界消息部分，请咱可以来看。今仔日，好，今仔无新的朋友，咱来吟刷尾边的诗歌，新圣诗第400首。新圣诗第400首，咱吟诗刷，请彭牧师为咱来祝祷，请起立。Amen.
愿主的仁爱甲恁同在，无论恁去伫什么所在。这个时阵，我也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好胆咧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创造的人民疼叹，借着圣神相通，甲恁大家三甲伫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姐，这是咱的行平安礼。请大家互相请安。